民眾建澳聯盟自從2008年成立以嚟，來自民眾、植根民眾，始終係民眾建澳聯盟不變嘅承諾。我哋深信社會服務係一項需要持之以恆、用心對待嘅終身事業。18年來，我哋以謙卑嘅態度做實事，將用心為澳門、為民眾服務嘅宗旨融入去每一項行動之中。時至今日，我哋嘅服務網絡已經遍佈全澳，而去年全年嘅服務量突破150萬人次，舉辦咗超過200場活動。無論大小事務，我哋始終懷住感恩的心，力求成為廣大民眾最信賴嘅知心人。為咗全方位解決居民喺社會發展中遇到嘅困難，民建聯從創會之初就積極構建多元化嘅專業服務平台，由改善社區醫療到關注長者福祉，由扶困救助到推動青年發展，我哋將服務深度延伸到社區嘅每一個角落。活力同創新係我哋持續前行嘅動能。目前嘅民建聯理監事團隊展現出高度年輕化嘅趨勢，成員平均年齡只有37歲。我哋嘅骨幹隊伍正以現代化嘅思維不斷優化社區治理效能。我哋將人才培養視為核心使命。透過民聯智庫、民眾願景、民眾青年會等平台，致力為澳門培育具備國際視野同愛國情懷嘅議政人才，為社會嘅可持續發展貢獻智慧。民建聯喺全澳設立咗14個服務點，包括總部、社區服務處、綜合服務中心、長者服務中心、大廈服務中心以及醫療中心等，覆蓋全澳門，協助解決居民嘅民生訴求，切實增強每一位市民嘅獲得感、幸福感與安全感。展望今年下半年，民建聯正全力推進4大重點服務工程，深化對接國家戰略同居民需求。1. 拓展澳琴聯動，我哋即將喺橫琴設立廣東辦事處，為喺合作區以至大灣區生活嘅澳門居民提供常態化嘅民生支援。2. 完善醫療服務，我哋將喺氹仔黑橋增設醫療中心，主動對接國家15-5規劃強調嘅健康優先發展戰略，配合特區政府資源下沉同關口前移嘅醫療政策方向。3. 優化長者照護，強化儀徵長者中心服務，推動外展入戶同老有所為嘅理念。4. 升級筷子基綜合服務中心，提供更豐富嘅社區活動項目同義工服務，凝聚鄰里力量。未來，民眾建澳聯盟將繼續堅守愛國愛澳嘅優良傳統，秉持立足社區、服務專業、議政精準、擔當有為嘅態度，共同譜寫澳門長治久安與高質量發展嘅新篇章。民眾一心，建澳同行。民眾建澳聯盟。